作者總天、元太公、皇帝千禧、總董長。關於我設計的身份，至尊黑卡可以不用加錢，我會送你一個流量圈賬號。至尊黑卡賬戶可以掘全球的流量圈，這張至尊黑卡價值是1兆港元。金卡我可以送你一個流量圈賬量號，可以過一個大國家的流量圈。金卡價值100億港元。銀卡可以過一個城市的流量圈賬號，銀卡價值10億港元。藍卡我可以送你一個香港島大的地方的流量圈賬號。原卡客戶只可以和買流量圈只行回家掘。原卡你購買幾多個流量圈就掘多少個流量圈。白卡的只能掘數字貨幣，我不會提供給白卡開啟流圈數據銀行入口，是登入不到的有關於流量圈的收益。無論是23隻顏色所得的收益，我公司會抽20用作系統維護費，80是所有可以掘圈流量幣的得益者，包括你們想使用流量入面的流量現金，我們公司都會抽20作系統維護費。